今日專登嚟到 Ecosa 旺角陳列室買床褥，呢度超級方便，旺角地鐵站行2分鐘就到。C 出口一出，轉左直行10秒就揾到美美大廈。而家搭 lift 上7樓就到咗 Ecosa 旺角陳列室啦。陳列室有齊晒咁多種產品，包括佢哋嘅王牌床褥款，就好似呢張超薄但超好承托嘅 Essential 薄床褥，聽聞係專為香港碌架床型而設計嘅，非常貼心。另外一款熱賣嘅床褥 True Firm 就係我今日特登過嚟要試一試改善背痛嘅硬床褥。陳列室仲有床品、枕頭可以一次過配搭埋。意外地俾我發現呢度連梳化都有得賣。原來 Ecosa 唔單止係一個澳洲床褥品牌，佢哋嘅床褥仲獲獎無數，出埋床褥級別嘅梳化床。聽講係香港第一個床褥品牌，主打一張比床更好瞓嘅梳化。店長好專業解答晒我嘅問題，仲好細心去了解我個人嘅習慣同需求，然後慢慢解釋唔同款式嘅用料、尺寸、分別等等。睇啱直接俾埋錢，約埋送貨時間，搞掂。如果你都打算買床褥床品，又想親身試嘅話呢，非常推薦你哋嚟到 Ecosa 旺角陳列室，地點方便，產品齊全，店長服務一流。